有市民發起反對政府增加巴士服務費嘅遊行，而交通事務局就表示會加快推出巴士服務評鑑機制，回應市民出行需要。繼上星期五街頭簽名活動之後，有市民發起遊行，到交通事務局遞信，反對政府增加巴士服務費。治安警表示，約40名市民參加。雖然而家政府係話暫緩加價，但係我哋覺得咧，佢從來咧冇應承到，就係將未來嘅加價咧，就同呢個服務質素咧就係掛鈎嘅。咁我哋當然覺得就係牽涉到嘅根本就係話啲公用事業嗰費用嘅問題啦，係應該由議會咧係事先審議。遊行人士到交通事務局門口嘅時候，要求局長汪雲接信，局方代表回應可以喺日後安排接見。交通事務局表示，將會積極跟進及嚴厲督促各巴士公司落實執行改善巴士服務嘅方案，並加快完成巴士服務嘅評鑑機制，以回應市民出行嘅需要。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文報道。